身體 body， 頭，眼睛，耳朵，耳仔，鼻子，嘴，肩膊，膊頭，手，腿，膝蓋，膝頭，腳。你的身體哪裡不舒服？你身體邊度唔舒服？我的眼睛很乾，我嘅眼睛好乾。為何你今天沒有上班？點解你今日冇返工？我的頭很痛，我嘅頭好痛，